正當 Celica 喺 WRC 稱王稱霸，連續取得3年冠軍嘅時候，喺第2年事情卻發生咗戲劇般嘅轉折，令豐田嘅拉力王朝一夜墜落。1995年，第6代 Celica GT4 車型 ST205 登場，佢有住大量嘅升級改動，底盤、避震、水冷、雙渦輪，仲有 Supra 嘅同款尾翼。總言之，該版本係目前最強大嘅 Celica。不過喺拉力賽上面對正處於巔峰狀態嘅 Impetra WRX ST205 嘅成績一直處於劣勢。雖然喺8場分站賽中有6場都進入咗前3，但係只有1次係冠軍。而且喺賽季臨完結嘅倒數第2站加泰羅尼亞中 ，TTE 車隊被 FIA 聯盟發現有作弊嘅行為，使用咗非法嘅渦輪限流器。呢個渦輪限流器本來係 FIA 聯盟嚟限制參賽車輛嘅馬力裝置，而 TTE 車隊所使用嘅限流器通過改裝內部複雜嘅結構嚟躲避限流器限制馬力嘅影響，並且呢個裝置十分隱蔽，連 FIA 聯盟嘅主席都表示，該裝置係佢喺30年內見過最複雜嘅機械結構。據說當時係因為內部嘅工作人員舉報，先得以浮出水面。接下來，豐田將面臨取消當季成績並禁賽1年嘅處罰。時隔1年之後，雖然 Celica 再次回歸賽場，不過因為無法適應新賽規，最終遠離咗各站嘅領獎台。而 TTE 車隊開始將 ST205替換成底盤更細嘅卡羅拉 WRC 嚟參賽，於是 Celica 嘅拉力賽生涯正式宣布結束。而因為 Celica 不再參賽，其雙門版、敞篷版仲有 GT4 版本全部停產。到咗1999年，最後一代 Celica 僅有前驅版本，不過車重大幅減輕，引擎替換成 2JZGE 高轉發動機為最高規格，8000轉紅線，擁有 VVTi 同埋可變氣門正時，簡直就係 Toyota 版本嘅 VTEC。總體嚟講，呢一代 Celica 都算係優秀，但係隨住時間嘅推移，跑車嘅需求量不斷下降，Celica 最終都係退出咗市場，結束咗佢36年嘅旅程。